么事儿？行，不干。干死！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，更适合你的。也许我只适合做你爸爸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爸，没什么，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跟他谈过了？还没呢。我知道你最近确实比较烦，你和唐敏熙的关系确实是需要调节一下，否则后面的事情更难办。我当然知道。啊，我还有个事儿找你。我现在还挺忙的，一会儿我去找你，行吗？哎，你把公司的第一笔生意的所有的资料给我拿过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也不要备份。对，谢谢。林总，您要的资料。啊，放在茶几上了。林总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了，谢谢。
哎，出门了？不是，这么晚你干嘛去啊？你不看几点了？我有重要的事情。大晚上出去多危险呀！你就不能一个人在家？乖啊！哎呦，宝儿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里头人都快把我吃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等等，啊？怎么了？我有事求你。啊，我说呢。那你求我呗。这样，你呢，今天充当我一天的女朋友，你说什么事儿，我就给你办什么事儿，行吗？说好算话了。当然了。